聖經約伯記5章15節，他拯救窮乏人脫離他們口中的刀和強暴人的手。神拯救貧窮人，神拯救需要幫助嘅人，人願意接受神嘅幫助。呢度講到窮人，我哋知道邊啲係窮人？脫離他們口中，他們係指邊度呢？上文係講到嗰啲奸詐人，嗰啲狡詐嘅人，佢哋自以為聰明，自以為是，唔起得嚟到去依靠神，同嚟到去欺壓人，強暴人嘅手，神都可以拯救窮乏人嚟到去脫離。求主幫助我哋嘅神係一位拯救嘅主，佢幫助我哋，佢願意幫助我哋，佢願意拯救我哋。但願我哋願意被佢拯救，願意相信佢，願意接受佢嘅幫助，唔好做驕傲嘅人，唔好做愚妄人。求主幫助，神嘅恩典夠用，佢幫助我哋信耶穌得永生，好得無比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